你冇事嗎？應下我喂，要打999先得。喂，999啊，呢度有人暈咗啊！我已經派咗救護車嚟幫你，唔好收線住，我會仔細話俾你知，跟住落嚟應該點做。係，好。先生，我哋而家懷疑你急性中風，會同你做個中風評估。而家試下舉高雙手 ，hold 住10秒。1、2，病人右邊手完全冇力，雙眼向左邊斜視，有表達障礙同半側忽略症狀。Pass ED 6分。病人懷疑係大血管閉塞中風。阿樂，我哋唔去天水圍醫院，直接將先生分流去屯門醫院。收到。院前中風分流通報，病人男性40歲，病發時間大約係10點15分。Pass ED 6分。天水圍分流去屯門醫院，大概8分鐘後到院。收到，唔該。你好，中風科護士，啱啱收到救護車院前中風分流通報，大概8分鐘內到。醫生，病人男性40歲，懷疑 LVO 縮，Pass ED 6分。好，唔該晒。有嘅都冇問題。咁佢嗰個中風分數咧就17分啦，都符合呢個大血管中風嗰個情況嘅。咁我哋即刻安排 CV Brain 同埋 CTA 俾佢。拯救中風病人爭分奪秒，而大血管閉塞中風係急性中風之中最嚴重嘅情況。透過院前中風分流計劃，救護人員喺院前利用標準化嘅評估識別相關患者，並直接將佢哋送去能夠提供取山手術嘅指定醫院。大血管閉塞中風病人亦唔使再等轉院，取山手術嘅指定醫院亦可以提早準備接收病人。呢個合作計劃唔單止縮短到中風病人嘅治療時間，佢哋嘅康復機會亦都可以提高。中風搶救，分秒必爭。